第三季嘛来到的时，也恳求主保守因带，通互阮会当照时来结果子，会当时时刻刻为主来做见证，互阮会当无论得时不得时，拢会当为主来宣扬福音的真理。但愿从今仔日个礼拜嘛摆咧伫主你的手中，恳求主你的圣神运行伫阮的中间，拍开阮的心，将主你的话语放伫阮的心中，来成做阮的帮助。阮安尼祈祷，是奉主耶稣基督圣主名求，阿门。咱若照整个国际的经课表，咱伫今年有约真大段的时间，咱拢会做伙来查考马太福音书的经文。我想咱咧读马太福音书，这是一部真趣味的一本册，因为咱会当对今年第一季甲第二季，就通看见着咱通过马太福音书的经文，才会记载，特别对马太福音书第5章开始，就对山上的部分，伫遮互咱得到侪侪帮助、激励甲带领。所以伫第3季开始，咱也要对马太福音书11章开始来做伙来看上帝的话。伫今仔日个经文内底，咱多谢玛利执事所传咱共读的2段的经文，分别伫11章16节到19节，以及25节到30节。我想咱转来到经文的本身，咱通看见着讲，今仔日的这段经文，其实伊头前主要是记载着行洗礼约翰的学生来见耶稣。伫这段经文，咱会当约来看见着行洗礼约翰因为被关监，所以伊派学生来见耶稣，来问耶稣是毋是将来要来的迄位，或者是阮还阁咧听候另外一位。所以对这个问题，咱通看见着讲，行洗礼约翰对着弥赛亚的期待，和耶稣所要做的代志，是有一个真大段的无共款，看法无共款，期待嘛无共款。行洗礼约翰认为讲，既然耶稣你若是弥赛亚，那安尼你应该爱带来有关军事或者是讲政治上的拯救。确实，咱看见着耶稣甲行洗礼约翰的学生，甲因讲了，爱这学生转去甲伊的老师讲，意思就是，恁爱相信我就是耶稣基督，因为上帝国的福音就是对遮来开始，这就是救恩。所以咱会当看见着讲，伫咱今仔日要看的这段经文的前，耶稣怎样来看行洗礼约翰这个角色？伫马太福音书的耶稣，伊足清楚来指出讲，行洗礼约翰就是以利亚，嘛代表讲，行洗礼约翰伫这个救恩的历史内底是有一个真要紧的地位。所以咧读马太的时阵，咱爱甲旧约的圣经揪入来看。也就是讲，咱透过马太基书第4章的第5节，会当知影，其实行洗礼约翰这个角色甲任务，伊是为着上帝来备办，帮百姓来做准备。会当来解说讲，这是为着上帝的代理人来做备办。所以咱会当安尼，就清楚知影讲，伫马太福音书的耶稣，伊甲行洗礼约翰看作是以利亚，然后有耳仔的人，就爱详细来听，因为耶稣已经来，耶稣是弥赛亚。这是伫整个马太第11章，伫今仔日咱的经文一开始，来互咱做一个了解。行洗礼约翰是以利亚，耶稣是弥赛亚的这个差别。所以，咱要通过伫今仔日的经文前，牧师要邀请咱做伙来读今仔日的金句。咱来看今仔日的金句，伫咱的荧幕
乌色的字体就好，吼，咱来读即个金句，连续来读2遍，吼，三来。恁既若着我担重担的，着就近我要互恁安息。搁一遍来。恁既若着我担重担的，着就近我要互恁来安息。感谢主。伫今仔日的圣经内底2段，咱来先看第1段，也就是11章16、19、19节的经文。其实咧读马太，较早阮伫神学院的时阵，老师拢会特别提醒，马太即个人咧写福音书，会当讲你爱用理后，咱咧读理后咧看读伊的册，即款的思考来去甲看。咱在场有咧研究马太福音书的兄弟姊妹，就知影讲，伫铁壳的顶面内底有一派叫做全录，意思就是讲话真直接。嘛真坦白，所以马太福音书特别伫马太福音的经文内底，会当看见着讲马太咧讲话拢是真直接，然后讲的，互咱感觉讲哇，他会安尼遮尔有伊的重量。但是咱伫16、19、19节来看的时阵，咱会当看见着讲，其实耶稣伫遮，伊来讲起着伫即个世代，我要用什么来比拼？所以耶稣伫即个中间直接来指出讲，伫即个世代，所以伫即个世代内底，耶稣来指出讲，人对着救恩弥赛亚的来到是无感啊，无感觉，因为耶稣透过丧礼、透过婚礼即款场合。来去做一个比拼，伫遮来指出讲，人面对着即个礼仪的态度是错误的。所以拄则咱的书会带咱共读的经节内底，看见着讲伫17节，伫婚礼的时阵应该爱分达啦，但是分达啦的时阵应该爱跳跳欢喜跳舞，却是伫婚礼的现场无任何的反应。然后伫丧礼的时阵应该爱悲伤，但是看见着遮个人却无来对现看，所以会当看见着讲人伫即款态度错误的内底，来凸显整个社会的环境是一个有问题，或者是讲面对着遮个性命礼仪的态度是错误，所以会当讲当时。迄个时代，也是讲照耶稣讲的，即个世代，人面对着任何的代志，咱袂是讲迄甲我拢无关系。意思就是讲，我只要我家己过好，然后伫我的生活中间来无接纳即个救恩，通过安尼会当看见着讲，伫耶稣迄个时代内底发生着救恩已经伫因的面前，但是人却无熟悉伊。但是耶稣伫即中间嘛，来甲咱提醒着讲，伫19节人子来也食也啉，人就讲伊是贪食好酒的人，抽象甲歹人的朋友。所以伫即中间，咱看见着讲，人无认捌约翰以外，人嘛无认捌耶稣。所以耶稣伫最后伫19节讲，若是智慧对伊的所行显明伊是对。咱看见着讲，伫即个过程的内底，若照华语的圣经的经文来记载讲，上帝的智慧透过耶稣的行动来结出果子。意思就是讲，伫耶稣伊的行为内底，会当看见着上帝的奥妙。会当通过耶稣来看见着上帝伫耶稣的身上所表现出来上帝的旨意。所以进入到第25节到30节的经文内底，咱看见着讲耶稣伫遮就来点出，伫当时有2种的人伫遮来产生一个真大的差别，因为上帝的奥秘来有学问的人来稳捌起来。迄个所谓有学问的人，
就是代表经学教师。无学问的人，或者是讲遮卑微的人，会当讲是无重要的，或者是自微势迄个。所以咱会当伫即中间看见着讲骄傲和谦卑的差别，来影响是毋是有人物救主的关键。我想伫即段的经文内底，保罗伫哥林多前书有做真好的发挥，因为保罗伊嘛来清楚来指出讲，上帝来有智慧的人允捌，来愚妄的人来启示伊的奥秘。所以伫即个过程内底，进入到伫今仔日咱所要看的重点，也就是28节到30节。耶稣讲，若大当的来求问我，我要互恁得到安息。其实若咱用我拄则一开始讲的，马太福音书若亲像李敖即种较讲话极端的人来看即段经文的时阵，其实会当看见着耶稣其实咧遮有智慧、有学问的人来提出一个邀请。迄个邀请就是咧甲因提醒，毋通过甲遐辛苦。毕竟遮个人侪时间是要为着证明家己。所以，伫今仔日个经文来解释耶稣的心情。耶稣认为讲，即群人真正是可怜啊，因为即群人需要用着侪遮的方式来依护家己的自尊，所以耶稣来邀请大家都要学伊，学伊安怎呢？学伊心温柔谦顺，恁来白我的担。其实耶稣嘛是咧怜悯遮尔自我的人。毋通伫家己的生活中间，为着家己伫遮来辛苦，伫遮来真付出伊的精神。所以伫今仔日个经文中间，咱延续来看第12章，耶稣拄着的代志就是安息日律法的问题。伫今仔日个经文中间，其实互咱重新来去想，啥物叫做救恩？一开始咱有讲，耶稣的来到代表救恩。伫圣经内底若讲到救恩，代表人无才调来克服问题，或者是人伫苦难的中间无才调来行出来的时阵，需要有上帝亲自来介入。伫今仔日个经文中间，咱看见着即个担当，若照圣经的解说，耶稣咧群众讲的意思，就是毋通活伫迄款律法所带来互咱的艰苦，因为侪人伫迄款法利赛人、经学教师的要求内底，生活过了不只要有压力。所以，当去到伫希腊文的圣经来看的时阵，发现着讲，伫即个担的即个字。既然有来甲咱点出讲，当时的社会环境是充满麻烦、困难，拢大条的。意思就是讲，伫即个社会、伫即个生活的环境内底，是有麻烦、有困难，然后影响人的生活。所以，伫即个过程的中间，咱拄则讲，因为后续要处理安息即个代志。法利赛人真强调律法，当然过去甲因的历史有关系。但是伫迄个强调律法的时阵，法利赛人嘛是要来证明讲，我家己是有偌好。所以要证明家己的时阵，嘛伫即中间来将家己的担做袂到的担来加添伫正人的身上。所以对着法利赛人来讲，因无明必救恩。当然，因着无明必救主，面对着耶稣的来到，嘛有感啦。耶稣的来到，因是有感。但是咱来看今仔日的经文，嘛互咱有重新的看见。耶稣讲：“来就近我，来就近我。”伫马太福音书即字定定出现，来就近我。什么人来就近耶稣？
毋是做人嘛，是记那担当的人，毋是做人来就近耶稣，是记那担当的人来就近耶稣。所以当耶稣提出邀请5万担当的人来就近耶稣的时阵，那安尼咱就要问：为什么担当的人来就近耶稣，要讲起着安息？牧师坦白讲，伫这段时间要处理马太福音书的经文，我感觉不只爱小演啦，因为对我个人来讲，这大段的经文实在不只要有挑战。但是伫迄个小演的过程内底的时阵，咱会当发现着讲，原来伫这个小演的过程内底，担当甲安息。这个中间内底有一个真要紧的代志，来互咱定心去想。因为担当的时阵，一定有忧愁；担当的时阵，一定有忧愁。伫这个忧愁的中间，递到互咱的心灵拢压碎。所以忧愁的人内心就无平安。所以安息这字倒来到伫新约的希腊文来看的时阵，才知影讲，哎呦，原来这个安息是关系精神上的休困，心神的休困。那安尼，甲咱拄则所讲的这个解说，都倒起来看的时阵，才知影讲。原来迄个担当所带来迄个麻烦，造成人的困扰的时阵，迄个忧愁造成精神上的压力，或者是伫伊的即个会当承受即款的重量的时阵，伊无法度去面对。但是今仔日耶稣邀请遮尔软弱的人来就近伊的时，就是要互伊伫忧愁的内底来转变过来。互伊会当定心得到欢喜，因为当你心内有温柔、有谦逊的时阵，咱会当来去取代对忧愁所带来迄款的嫉妒甲愤怒。因为当人有嫉妒、愤怒的时，咱的心就袂平安。那安尼时阵，咱翻头，倒转来问：为什么法利赛人要忧愁？为什么这个经学教师要忧愁？因为因伤空伤芳，24点钟就爱去想讲，我要怎样来证明我家己有偌好？所以，伫因作忧愁的过程内底的时阵，咱就通看见着耶稣邀请因来就近，互因来得到安息。那照保罗讲的，这叫做互咱会当一无挂虑。就近耶稣，互咱一无挂虑。就亲像伫腓立比人书第4章第6节所讲的，一概无得挂虑，独万事着用祈祷、恳求、甲感谢，将恁所求的摆咧伫上帝。应该爱一无挂虑，甲所有一切摆咧上帝。今仔日的信息对咱来讲有啥物款的意义？坦白讲，现代人的重担不止重，忧愁所带来的影响，嘛成做心灵顶面的压力。那照心理学咧解说，忧愁的意思就是讲为着一个人，或者是讲为着啥物款的代志，然后伫遐挂心。然后，这个人或者是事物，就成做咱的重担。所以我真意爱古伦神父，伊伫这本册内底叫做《幸福人生的八条路》，幸福人生的8条道路。
这本册内底，伊讲安怎呢？伊讲人吼，应当爱一无所求，一无所知，一无所有。意思就是咱唔通受到被控制，咱唔通互遮个人甲代志来影响咱的心灵，至到互咱有忧愁。因为当咱有求、有知、有拥有的时阵，会成做咱真大的重担。所以伫《翻莫甘泉》内底这句话不止啊水，伊讲。我们应当时时查看自己有没有什么叫做我的心得不到安息。如果有的话，就当立刻到上帝的面前去对付，直到恢复内心的镇静。简单来讲，咱做一个有信仰的兄弟姊妹，咱无应该是为着家己来好。生活爱来白当当，是颠倒咱伫信仰的中间来将家己交托给上帝。所以我真常意爱甲大家分享圣诗184首的副歌。这首副歌大家拢会，真侪人拢会晓暗念，因为伊讲，因为我知所信的救主，那亲信瓦靠。为得以保守，为保守所交托伊个，为保守直到迄日。当你知得深信，得深信落去的时阵，你得愿意交托出来。那安尼，咱的担就轻快，因为上帝会保守直到迄日。我想伫今仔日个信息内底帮助咱。互咱重新去思考，伫咱的日常生活中间，要怎样有具体的表现？真简单，咱爱放弃咱的骄傲，因为上帝应允咱，咱爱伫祈祷的中间来得到盼望，因为这个盼望是对耶稣基督所来。所以呢，照拄则古伦神父讲的，一无所求、一无所知、一无所有的时阵，就是咱爱放下咱的担，放下咱的自我，单纯来甲上帝相拄，伫这个中间来得到真正的平安。我想这篇祈祷文大家拢做熟的，这篇祈祷文不止啊水，嘛是咧甲咱鼓励。伫咱的生活内底有太侪时阵、太侪个代志，一直拢会成做咱的影响。但是尼布尔伊安尼讲，伊讲愿上帝赐我平静，让我可以接受无法改变的事；愿上帝赐我勇气，改变我能改变的事。但是，加马格兰讲。愿上帝赐我智慧，能够去区分两者的差异。我想伫咱的生活中间有太侪会当改变甲袂使改变的代志，一直伫咱的中间来成做咱的操练。但是伫这中间内底，咱敢有倒来到伫上帝的面头前，互咱的心单纯，放下所有的忧愁。然后伫主的带领中间来得到平安。我想，伫试验开始渐渐减轻的时阵，我嘛爱再一次来邀请咱的兄弟姊妹，拜五的早间祈祷会，也是拜日的早天祈祷会，咱拨淡薄的时间，分别做事，来甲咱的挂虑、忧愁、重担。通过祈祷来完全交托，互咱会当得到真正的安息，互咱来学习耶稣的心温柔谦逊，会当得到真正的平安。希望上帝的安排实在是水，因为这的安排拢是要互咱甲伊相拄。
总是通过安尼，请咱一定要知影，只有透过耶稣，咱才有法度领受着上帝的疼。人是无法度互咱有上帝的疼。咱求上帝来保守看顾，引带咱进入到伊的邀请来就近伊，互咱会当伫遐来得到安息。三甲来祈祷。天父听阮的主，愿感谢你，因为你要互阮安息。这个安息是互阮的心神安定，互阮的心灵拢得到平安甲健康。天父上帝，阮求你引带带领阮头前的路站，伫阮的生活内底有太侪重担来成做阮的影响。总是这个担若歹起来，只有上帝你会当减轻这个担，会当互阮轻快。因为上帝恳求你来帮助阮、引带阮，互阮就亲像今仔日个圣经讲的，会当伫耶稣心温柔谦逊的中间，来看见着真正的平安。因为只有上帝你互阮真正的平安，阮才有法度得到大大的稳定甲祝福。恳求主来保守，也引带阮头前的路站。因为只有耶稣是阮的帮助、阮的救主、阮的救恩的时，阮才有法度因为安尼来得到福气。当阮将阮的兄弟姊妹摆咧伫主你的面头前，也互阮兄弟姊妹每一个人的担，会当有上帝做伙派，互阮会当进入到伫上帝的邀请中间，来得到永远的福气。安尼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尊名求，阿门。